民众党标出政治现金做假销的风波，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失掉党籍，甲会计师段木正，也有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做伙，互人送去党内中评会。今仔日就咧开会讨论要安怎处分。针对着黄珊珊敢会失去不分区立委的身份，民众党主席关文哲是表示，会尊重中评会决定，即马家己爱先徛好在。民众党更入去政治现金假销的风波。立委黄珊珊请辞党籍，加会计师段木正、竞选财务长李文忠决定上中评会。16早起开会讨论听数，针对追究责任的名单，党内即马团讲保黄珊珊去李文忠。不过，前立委蔡壁如点名黄珊珊应该负全部的责任。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是讲，即马家己脚不爱先徛好在，也靠势赖政府。先不要讨论究责的话，我们总是先把问题先解决嘛。现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效率突然变高了，你知道，一下子那个监察院也要来，东西都被调查局拿去了，监察院就来说叫我们要交什么东西。中评会是独立行使职权的啊，所以说我们开会前没有任何的评论，等到我们开完会以后，我们会跟各位来报告。黄珊珊、段木正、李文忠三个人拢无到场。外界即马在咧关心黄珊珊是咪被停权，甚至摕掉无分区立委。对此，黄珊珊伫咧 FB 讲，家己道歉也亲自反省，即叫配合调查。要拿民众党要告段木正，即马团讲段木正不愿意做无辜派罪。他能够发挥一个专业的会计师去帮我们做审核跟相对应的做法，但是他会做出这样非专业的事情，这不是我们当初会设想得到的。另外，郭文铁也个现列强化城的用职案，北检已经传前台北市副市长片正新说明，并且监管，对家己可能是后一个约谈的对象。郭文铁发言讲，讲伊未针对单一的个案下指导棋。我发现只有盖了2个章还3个章，那剩下的。就是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都市设计委员会专案小组，他们就去处理，我都没有再去过问了。这个财团有什么样伟大的贡献，需要我们市府的局处跟副市长去为他专案服务。议员指控高文铁一边和市府的都发局加强化城伫咧拍官司，另外则和都委会为强化城研议其他改套的方案。真相是这是都发局副市长担任专案管理。所以要求检调监察院议会3方面爱共步调查出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